看的囡仔讲台语，我的台语金剑。最近感觉有愈来愈侪人伫讲台语，媒体嘛拢伫报，对美国转来的电子公司头家问记者，敢袂晓讲台湾话？社会迷思开始伫流行讲台语，毋过文化留存、语言传承，若是干那要靠流行，是无够野的。我细汉伫宜兰庄脚大汉，无论日常生活，也是去教会礼拜，拢真自然讲台语。会记得大学伫台北读册的时，若去病院实习，阿公阿嬷拢学罗我台语讲了真好。伫台北的生活，我无论拄着啥物人，都会用华语应伊。敢若转去宜兰，才会开喙讲台语。迄当时，我嘛感觉足怪奇，我会有即种自然的反应。确实，环境会影响人对语言的选择。我发现，甲家己人讲台语是足亲切的。我过去伫幼稚园做工课，捌听老师分享，伊伫学生面前，若是要甲其他老师讲秘密，就爱用台语。当时开始，咱的母语煞变做敢若大人伫讲若定。今仔日，无论是伫学校，也是伫厝内，是大人甲囡仔讲话，家己嘛直接转做华语。今仔日的大环境，完全是华语较强势。诚侪全台语家庭的故事，本地我家己嘛无意识甲囡仔讲台语。是有一天，阮兜去济南教会参加婚礼，拄着牧师的细汉查某囝拢讲台语。迄当时，我的想法是，足欣赏伊有法度讲母语。对安尼，我转去就下院，开始有意识对我一岁的大汉囝讲台语。一直到第二梯出世啊，阮兜有机会搬去邦桥，总算会当去迄间牧师的教会上主日学。我也期待，互囡仔搁较侪台语环境，教会囡仔伴。会记得迄当时，牧师娘甲我讲，因为有囡仔袂晓讲，敢若会使台语一半，华语一半。即马回想起来，才发觉这台语比例已经有够悬。莫讲要找有台语的主日学，是偌尔无简单啊！毋若想要互囡仔会晓讲台语，阁希望因甲合作的关系，会使透过讲共语言，互感情阁较好。嘛毋忘对会晓讲母语来熟悉家己的族群，认同即块咱所生活的土地。即阵，我已经有3个细汉囡仔，日常就是用台语来生活，学习别项事。3个囡仔平常时斗阵出门已经真显目，因又搁讲台语，听到的人拢真糊弄。毋过嘛定定互人问，为虾米要挑工甲囡仔讲台语？即题已经毋免我回答啊，阮囝会应伊，我是台湾人，我讲台语。对参加到创立新的共学团，伫台北有一阵阿母真骨力咧传承台语，毋若对囡仔讲，阁成立共学团协会来为囡仔建一个全台语的环境。住伫台北的时，阮定定去共学团找囡仔伴佚佗，做伙耍，阁真自然讲台语交流。毋过，阮对旧年8月搬来宜兰，囡仔去读册了后，因伫幼稚园
长时间学话语的速度是足紧的，而且伫庄脚的代际活动资源变少，囡仔嘛愈来愈侪代际含华语在讲的情形。带囡仔去亲子馆佚佗，发现拢无家长在甲囡仔讲台语。对安尼，我决心要伫宜兰招伫学龄前参加的台语亲子共学团，亲像阮伫台北参加的共款。除了找着囡仔伴，嘛希望互搁较侪家长会使有意识来对细汉囡仔讲台语，达成传承母语的目标。到今经过2摆的活动，已经有17组家庭，大人囡仔超过20人来参与，其中甚至有完全袂晓的囡仔来学。总是要做召集人无介简单，想要维持全台语的共学环境，需要常常提醒大人，将家己惯势用的语言转转来。若想要互共学团久长，就爱想要安怎经营。安尼的共学，互我想到过去参与大专中青团契的经验，嘛共款需要开时间来思考、讨论，同时阁爱顾课业。即阵是变做在顾家庭。共学团类似大专团契，伫新的环境建立新的关系，台语同伴家庭，斗阵互师分工，用台语分享家己的专业知识，来互彼此成长，拢是为着咱相共的信念，传承台语。有人捌问我，即个共学团敢有福音的性质？目前看是无，毋过我真希望有。对细汉伫教会生活，听惯是用台语唱圣诗、读圣经、听讲道，无输阁教阮白话字，遮尔济的教会生活记忆，我暗年希望阮囝嘛有共款的经验，会当用本地嘅语言来敬拜上帝。按照即卖的情势，若有一日少年人拢听无台语，台语对教会的礼拜消失，阁无人会晓唱我上喜意、上水的台语诗歌。台语带来的好消息，耶稣带来的福音，互受掠的人会得透放，互痴迷的会得到国光。这是拯救人的好消息。毋知台语对台湾人来讲，敢毋是福音？互本地人认同家己的族群，互外国人会使分辨中国甲台湾的无共。凡说是咱国家的好消息。无论是甲人，也是教会，我对讲台语有满腹的感情。毋望大家来斗阵行台语路，传承咱的话。现时开喙讲台语，就还会赴。毋免烦恼家己台语无好，就爱开始讲，才会变后啦。